快乐，记得跟你的另一半说一声“我爱你”，我觉得其实就可以的。我就那个 I love you， 我爱你，比较嘛还是的。哇，我宁古사랑해요，我更难啊。我这么去了个。这真的，祝你牙口好，胃口好，心情更好。我觉得不是说这个时候要制造惊喜吗？我觉得惊喜是够的。惊吓是不是？那也没有，就是非常的实用。放送这个有点吓人，我感觉。就所以啊，我刚刚说怎么了？我这个哇，还是有一个稍微有点仪式感的东西的，这是。特级期。祝你健康、幸福啊！哦呀，这个第一次送这么艳的话，对呀，对吧？对呀。表达了我对你炽热的情感。谢谢你的牙，送我的牙。我是穷穷的说，这里的弄过了，他妈就弄啥的呢？几岁嘛了？他妈你妈都有嘛了？他这种看上眼的，我说他妈上叫了说弄的，我说穷穷的说，弄着嘛呢？说呀，空把里里拍的呀，是，空把里里拍，就是对。吃素的说呀了拍，东说个呀买了弄子的这里，真，就是拍的做，就是。我岁的我只个是娘我岁跟12个月都是娘呀。他今天这个送牙这个事情啊，非常奇怪哈，真的，我也自己也觉得非常奇怪，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有用啊。我是个钢铁直男，所以很少就是表达这种非常浪漫的我作证，这种情感哈。不光是直，是到钢铁直男。对，所以现在我也正在学习哈，有的时候生活需要调剂，我们也需要学一些这个好的东西啊。它形式，对不对？没有什么好坏，但是做什么事情，服务于什么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服务于我们俩的情感，对吧？那就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做。所以我就正在努力啊。然后好。我自己觉得很欣慰的一点，不是说在婚前哇各种浪漫，然后婚后给我很大的落差感，没有，然后反而他一直努力的在去改嘛，然后也不是说改吧，这也不是什么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只能说是他努力的再去做到更好，因为他可能也知道嘛，我其实喜欢仪式感，因为我，对吧？每次过节啊、过生日啊，我都会尽可能的。我们其实之前是不太爱去发这些东西，我经常都会把家里布置的呀，就是各种，就是给他过生日啊各种。但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当然他也尽力了，尽可能就是说，走吧，我带你出去吃饭啊，或者是什么，就比较直接简单，就这样。Warm这么些年来对拉克松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付出是真的累归累，但是我相信他在这个当中也在寻找自己的意义与一些价值啊。所以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做的品牌，然后希望我们一起见证这样的一个民族品牌的更好的方向发展吧。爷刚才说的这番话，我觉得就是最动听的表白。因为他看到了我的努力，包括我的付出。谢谢你的支持和包容吧，对于这几年的创业。那他也会跟我讲说，这些年的创业，当然我力所能及的我在做，但是主要的经营和管理都是你自己在做啊，没有什么好谢的。但是我说实话。这个还是要放在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和文化背景，因为他作为一个康巴男人，包括他自己说的钢铁直男，我觉得他不要求我相夫教子，以及在家每天起床就给他准备热腾腾的早餐啊，或者说晚上下了班啊6点7点，甚至说是让我按时回家，我觉得就已经是最大的支持了。因为经常都是凌晨，我忙起来凌晨4、5点甚至通宵，然后才到家，然后
他就会突然就看我一下，然后他会说：“你才回来啊？”我说：“嗯。”然后我也怕打扰他睡觉，我就不会再说过多的话。我说：“嗯。”然后他又会倒头开始睡。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康巴男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支持，而不是说一个女性你就一定要在家里，对吧？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俩现在有女儿了嘛，我对女性的这种怎么说呢，感受更强一些。就是我自己也真的希望是我的女儿以后她的生活也不仅限于婚姻这样，她有更多更好的值得去追寻的东西。我觉得希望每个女性都有这样的机会跟对，我勇气吧。觉得对，就我们要把选择和不得不这个要分得很清楚。对，我现在就不是因为我不得不，而是这是一个选择，然后他支持了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当然我也不是说做到啊，我很支持他这种像他说的这个，偶尔也会生气，我有点汗颜啊，不是那么那个的，但是也会有小吵小闹，但是人最终看的是一个自己大的价值观吧，因为自己相信这个，你吵完闹完了，你也会反思这个东西，因为你相信那个东西，你又双标，你对他又做不到，这样又不行嘛。所以说你又会反思自己的一些过错，这样，然后还是会回到原点，还是会大家会互相去谅解这样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反正希望大家各自都能找到自己的生活的意义哈。对，这样的，然后希望我们的女儿健康成长，也希望我们的品牌能够健康的成长吧。对，谢谢大家，然后祝大家520快乐。记得跟你的另一半说一声我爱你，我觉得其实就可以的。特别是我们藏族的男性朋友们哈，我要给你们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不一定要做什么，对，表达一下，我觉得很重要，让他知道你是理解他的辛苦的。然后那就那个 I love you， 我爱你。还有其他种语言吗？要，那不是你好吗？你想骗我？还有什么？就是你不是学了个蒙语吗？蒙语，比较嘛还是的。哇！我给你教个彝语啊。我宁古。我宁古。还会什么？撒浪嘿哦。这个我会，我忘了。撒浪嘿哦。还有加绒话，我更难啊。那这么起了个吧，他的逗逼的这个开关又打开了。我觉得慢慢我们拍着拍着，需要把我们私下真实的样子给拍出来。好吧。呀，肯定从嘛，赶紧去的。祝大家家庭幸福美满。对。呀，拜拜。